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。家业，叶家他不理我了，是我自作多情。他不是我的家业，我的家业对我永远不会那么冷淡。我不要叶家，我要你家业。你回来，我好想你啊！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我的真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去哪儿了？我是孤魂野鬼，整夜就在街上闲游。啊，去哪儿干你什么事儿？你是我老婆，你说你夜不归宿，我担心死了。这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我这人嫌狗烦的样子，坏人都懒得理我。好吧，你没事就好。我给你准备了早餐。在外边转了大半夜，一定饿了。快吃吧。没胃口，没心情。什么花？那不是花吗？你别给我装傻！我房间里的花是不是让你扔了？啊，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，不小心就把那个花瓶给弄碎了，然后我就给扔了。谁让你打扫我房间了？你看你这个人，我帮你打扫房间，你不感谢我，还在凶我，有没有你这样的？你就是故意的！我堂堂一个狗，我堂堂一个皇帝，我怎么故意了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再说了，那个花多丑啊，多难看啊！我这花多好看啊！喏，比你那花好看10000倍。那什么破花呀，都蔫了，你怎么不扔啊？我为什么要扔啊？这是我花1000多块钱买来的，蔫了怎么了？看这娇艳的，跟美女一样，风韵犹存。你扔我的花，我也扔你的花。哎，给我！你干嘛？拿了！干嘛呀？家业送你的花，你百看不厌；我送你的花，你一眼不看。我就扔了，怎么了？狗皇帝，抱歉，狗皇帝。
峰峰，你别哭了。你要知道，他是叶家，不是家业。不是，他就是家业，就是家业。家业说过，我们还会再见，明明就是家业。你滚开啊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就是家业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各个部门准备了，演员好了吗？来拍了，预备，开始。行不导演这个？不行，再来一条。再来一条是吧？好好。好，再来一条。这条怎么样，导演？还可以是吧？这个过了。胖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起来。来，在这坐会儿，在这坐会儿。大哥，大哥，没事吧？大哥，没事。去把药拿来。哦，好，快！没事吧，大哥？真没事。你有宫女挑着破城墙，至于拍这么多次吗？我要报他局。哎，三弟，你还是别去了。大哥，你担心我？放心，我找人报他局。哎，我是因为要赚钱养老婆。我大哥长得帅，又疼老婆，1000年就等你一回了。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换衣服了。你行吗？叶总，找你帮忙签个字儿。哦，那你先忙，我去换衣服了。好，慢点啊，大哥。叶总，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儿。好，谢谢叶总啊。叶总，您先忙。哎，你们家也换个乐视电视吧，还带鼠标呢。哎，你见过吗？哎呀，我这辈子啊，最讨厌的就是花心的男人，靠不住，没责任感。李欢他爱怎样就怎样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女孩子家家，这名声是最要紧的。你说你再这样下去，还有哪个男的敢靠近你啊？我这不是正找房子呢吗？哎，找房这事儿交给我妈吧，她在居委会消息灵通着呢。前2天刚帮一个人租了房子。真的？大哥，走吧，今晚杀青宴，我陪你好好喝2杯。我得赶紧回去看看你嫂子去。哟，怎么，嫂子消气了？挺好啊，那你赶紧回去吧。今儿嫂子，咱们一块儿去嗨去啊！这剧组承诺的工钱，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是啊，今天都杀青了，这不给工钱怎么走啊？我们还等着钱吃饭呢。可不是嘛。叶总，你有事儿啊？怎么回事？工钱呢？是不是要我把你肚子拉开，看里面装的是狗屎啊，还是钱呢？叶博士，叶博士，刘佳，刚才怎么了？你刚才晕倒了，
是不是这2天太累了？请假好好休息一下吧，啊！我刚才在上网，怎么会突然就晕倒了呢？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我扶你回去睡觉，走，去休息吧，走。刘强，你能帮我办件私事吗？你说。你帮我找一个人，他叫冯峰。回头我把他的电话和地址给你，你一定要找到他。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请你尽全力去帮助他，好不好？是个女孩吧？放心了，我会把事情办好的。刘强，谢谢你。不谢，走吧。冯峰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样了？我可笨了，我们家窗帘坏了，我就跑到阳台上去拽窗帘，一不小心我就掉下来了。你看那儿，轻微骨折，这儿也破了，头会不会摔傻了呀？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你放心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肯定会治好的，一定会治好的啊！你别瞎想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有个那个跟你一块住的男友吗？不密友吗？李欢呢？你可别提他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他忙，估计人家没空吧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好，喂，你好，这里是110。喂，你好，我的老婆失踪了。失踪了多长时间？有没有48个小时？我不清楚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啊。哦，那就是有。喂。哎，芳芳，你看，这不是跟你一块住的那个室友李欢吗？他上新闻了呀！快看，我看看。神秘帅哥，及时掩护什么美女，何许人也？小公狗，怪不得不接我电话呢。哎呀，真没想到这个李欢还挺厉害的，居然和当红花旦搞在一块了。哎呀，咱们的娱记啊，真是越来越有娱乐精神了。喂，你好，冯冯小姐吗？对啊，你是哪位啊？哦，我是叶博士的助理。您找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忙着呢，所以让我来联系你。可是我打你电话一直打不通，
去你家找你，你也不在家里，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我没事儿，谢谢啊。也不是他非常担心你。如果你有什么事儿，你完全可以跟我说，我会帮你转告他的。哎，没有，我没有事儿。谢谢啊，拜拜。叶佳，你最好再也不要找我。哼。峰峰，叶佳是谁啊？爱谁谁。先生，你设了计成功了，李欢果然偷偷回来探视了。人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。可是李欢为什么要带个女孩子来呢？那女孩究竟谁啊？我调查过，这个女孩名叫冯峰，她是在1年半以前失踪的，突然在半年前出现在本市。失踪了1年，那她去哪儿了？我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调查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她这1年在什么地方，好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不过，冯峰出现之后，一直和李欢在一起。那这个李欢和冯峰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这个我要弄清楚的。哎，蝎子，最近出去有什么收获吗？我们在莲花山大天坑附近挖掘了一具古代女尸。古代女尸？啊，这古代女尸和太宗皇帝有什么关系啊？老白还在调查。李欢和冯峰先别打草惊蛇，先调查清楚他的身份。哎。冯峰，冯峰呢？你是谁啊？我们见过，我是冯峰的朋友，过来帮他拿点东西。哎，他在哪儿呢？讨厌！你告诉我，他在哪儿呢？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好不好？我是她丈夫，我有权知道。你有什么权利知道啊？冯峰受伤的时候给你打电话，你在哪儿呢？他受伤了。要不是120及时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原来他是找我求救啊！我如果知道他受伤的话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当时声音特别吵，听不清楚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听不清楚？我看你是不想听啊，还是听不清楚啊？啊？不是。他给你打过2遍电话，你都听不清楚？难道你是聋子吗？你呀，不是没空吗？你不是很忙吗？他的事儿啊，就不劳您操心了啊。哎，你呀，还是忙你的去吧啊。来，我帮你拿。喂，你听我说。你有什么话，还是亲自跟冯峰去说吧。你口口声声以丈夫自居，可是冯峰并不是你的妻子呀。啊，就算你是她丈夫，可是你有尽到做丈夫的一丁点责任吗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许你再纠缠冯峰。烦人！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我帮你拿拿。你给我放手！给我吧！哎，撒手！给我吧！开车！哎，喂，停车！停车！师傅，停车！师傅，快停车！停车！佳叶，
快走，快走啊，家业！站住！尹僧，看见朕还不下跪！尹僧，你该当何罪？我有什么罪？你身为朕的国师，又是佛门弟子，不守戒律清规，竟敢跟朕的妃子私通！叶家，你刚才大喊大叫的，怎么回事啊？爸，没事，就是个噩梦。是不是工作太累了？如果真累的话，找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。没事。刚才我听见你叫李欢，你跟他很熟吗？还行吧。他曾经是我的一个病人。哦，你跟他认识多久了？认识他1000多年了。啊？没有，认识半年了，不到半年吧。哦，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了解不是太多，所以呢，我也做不了什么评价。哎，爸，你怎么对李欢这么感兴趣呢？啊，我对他的身份很好奇，我完全查不到他的任何记录，什么都没有。会不会是有些地方户籍管理混乱，一些孤儿无家可归的人四处流浪，他们都没有身份证，所以查不到记录的话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吧？李欢是孤儿，从小流浪，这倒也说得过去。但是那么长的时间，总有记录吧？而他这之前的20年，完全是一片空白啊！来，坐。叶佳，佳妮来了。哎，爸，佳妮来了，我去看看她。叶妈妈，一哥哥没事吧？我好担心他哦。妈，佳妮。佳妮听说你在实验室晕倒，特地来看你呢。一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家里又不是缺你挣钱，干嘛凡事自己亲自动手啊？手底下不是一群人吗？叫他们做呀。对呀，叶妈妈说的对，要不你放几天假，我们出国去散散心？不行，我跟卫生组织订的合同还有3个月就到期了，现在是研究的关键阶段，这个时候我哪能掉链子呀？佳妮，去国外旅游的事情，我们以后再说吧。来。芳芳回来啦。他怎么来了？芳芳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！我真该死，我不知道你出事了。你这个傻瓜，有什么事情不能等到我回来再说呢？非要冒这个险？我没什么事儿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不是忙着给芬妮当护花使者呢吗？芳芳，以后只要你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到的。你放心。你是电影演多了吧？听着虚情假意的。一个是暴君，一个是明星，你们可真是天生一对啊！芳芳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我去买。猪猪，
你都熬了1天1夜了，非常累，你回去吧，有我在，你放心吧，我会一直守着他的。猪猪，你都累了1天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没事儿。就是，你回去吧，真的，有我在，你放心好了。那行，我明天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好好的啊。拜拜。拜拜。男人就是这样，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啊，他们就躲得远远的；你要是不需要他们了呢，他们就拼了命的赶上门儿。好好休息，我会一直守着你的。我跟你讲一下那天芬妮的事。那天一个胖女人奔着芬妮就往死里打，如果不是我拦着的话，她一定会被打死的。我当时要是知道你受伤了的话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回来的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叶博士，今天下午2点有个座谈会。退了吧。那明天早上有个演讲会，董事长让您过去。我不想去，退了吧。可是，刘强，把这一周所有的活动全部都给退了。这啊，我想静一静。峰峰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我不饿。你都1天没吃东西了，怎么会不饿呢？我真的不饿，你吃吧。峰峰，都是我以前没有好好的待你，你别生气了。李欢，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你现在挺忙的，你回去吧，别耽误你的事儿。你也看见了，不要紧的。过几天就能出院了。你的病还没好呢，怎么可以出院啊？就是一点小伤，回家养几天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卡上有6万块钱，有一半是你的。什么你的我的？我是你老公，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。我这次住院的时候用掉了你的一部分，等我出院以后就还给你。峰峰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跟我说话？我觉得特别别扭。你能不能跟以前似的骂我2句，我都觉得舒服？贱男人！对，我贱，我傻，我二，我神经病。好了，我以前对你说话是不太客气，是我不对，我以后尽量客气一些啊。峰峰，我的那个戏过2天就杀青了，我会好好过来陪你。哎，你不是跟我说要带我去迪士尼看米老鼠吗？等你病好了，出院之后，我们去看米老鼠，好不好？还迪士尼呢？你想得美！你也不看看自己兜里有几块大洋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能去哪儿啊？我又不是说现在就去，我说等你病好了我们再去。叶佳，他人呢？没来看你啊？他干嘛来看我啊？我又不是他什么人，他也没有义务来看我。小峰，小峰，你在吗？小峰，小峰，你在吗？小峰，小伙子，你这么大的声音，屋子里要是有人，早就走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们现在资金很紧张。再说了，咱这都超期了。可以了，你赶紧忙去吧。啊，行吧，大哥，钱的事我再跟曾总商量一下。那我先走了，等我电话。好。
叶总、马总，那我们的钱呢？我们的呢？哎，你们先等一等，今天出来没带那么多钱，改天啊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这钱你们拿着吧。宫女哥，你真是太仗义了，太谢谢你了。赶紧回家吧，啊！好，走。回来啦，好香啊！辛苦啦，去洗手吃饭啊。老婆，别这样，快坐下来吃饭。尝尝我做的汤怎么样？好。哇，好喝吗？这是我喝到的最好喝的汤。那你就多喝点。好。李欢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说吧。我的房子已经找到了，可能这几天就要搬走。你说什么？我的房子找到了，房东还要收拾一下，所以过几天就搬走。为什么要搬走？孤男寡女的长期住在一起，只会让别人说闲话。再说你以后还要娶妻，我还要嫁人，我不想让别人误会。什么叫我要娶妻，你要嫁人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你要嫁给谁啊？我不想争论这个问题。你在皇宫的时候，好吃好喝的招待我，你到这儿来，我也没钱招待你。我们的卡上有6万块钱，我们2个1人1半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的小说每天都有钱赚的。我把钱已经取出来了，你现在也有身份证了，可以去办一张卡，这样也方便。是因为叶家，他不让你跟我一起住是吗？和他没有关系的。我本来就独立自主习惯了，做什么事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。当然了，你也一样。我从小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之前我们没有钱，才迫不得已住在一起。现在我们有条件了，就没必要将就了。那既然是这样，还是我搬出去吧，你就还住在这儿。我是一个男人，我自己去找房子。这钱我不要，我有能力赚钱。吃饭吧。
欢，来一起跳舞啊！你们跳吧，我不会。没事儿，走吧。我真的不会。大哥，嫂子怎么没来啊？不说好一起来吗？她今天有事情。哦，那你跟我们一块跳舞去啊？走啊！你们去吧。对啊，我真不会。还古墓派的。我哥哥是来自星星的，他要说不会啊，是真不会。那行吧，走，行吧，去了。来。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太累了？没事。刘强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待一会儿。有事你喊我啊。好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先生你好，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吗？朕要出宫。出宫？那一期，洗手间在哪？洗手间在前面右转就到了。他猛然回头，是迦叶。迦叶挣扎着的身体摇摇晃晃倒下，背心插着一支利剑。迦叶的面色白如金纸，他的心破碎成一个大窟窿，仿佛能听到血和骨肉的碎裂声。他奔过去，跪在他身边，用尽全力抱住他。迦叶，迦叶，妙莲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平安回去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。
你这个贱货，没你事儿你给我一边去！我打死你！你个贱货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叫你给我一边，老公！大姐，打死你！肯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是什么东西呀你？啊！住手！喂，峰峰，什么事？喂，你大声点！李欢，救我！佛这边很乱。老公，这个小三儿，我写！我待会儿打给你。喂，不要打了！好了，这样的人以后别打了，谁娶谁倒霉。够了！大姐，冷静一点，冷静点，大姐。走吧。哎，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继续玩吧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。走了。别拍了！别拍了，滚！我们走吧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Please redial later. 我送他上去吧。好。
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咱们去花园走走吧。就坐这儿吧。想哭就哭出来吧，这样心情会好一些。事情都过去了，也不要再想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见笑了。谁还没有难过的时候？哦，对了，我看你的胳膊。嗨，都是我不好。没事儿，这还没有剧组打的重呢。我这有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怪不得叶波说你是个外星人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。这是创可贴，贴上它以后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哦。好了。谢谢啊。也不知道叶波到家了没。芬妮啊。其实我兄弟这个人吧，他就是孩子气，再加上今天心情不好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他是非常喜欢你的。我不怪他，真的。任何一个男人看见今天这种场景都无法忍受，更何况他家族毕竟特殊，万一要是上了头条新闻，真的，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糟糕。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己做主呢？你知道吗？他家里对他非常严格，而且他跟我在一起也需要很多勇气的，所以我希望他好，你明白吗？其实这都是我自作孽不可活。所有男人不是都希望自己的女人冰清玉洁吗？我不会怪的。芬妮啊，你要始终相信，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女人。谢谢你，李焕。谢谢。没事儿。